好，近期美金表現強勢，突破咗100嘅整數關口，好多投資者都關心美金之後嘅走勢。我哋認為美金短期都會維持高位震盪，但係長期反彈嘅空間可能受到限制。美金近期走強，其實主要係因為喺中東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令到美金獲得部分避險資金嘅追捧，而油價大幅上升都令到市場擔憂通脹再升溫。喺呢個背景下，市場下調咗美聯儲今年減息嘅預期。3月份見到美聯儲議息會議都係偏向鷹派，會議聲明上調咗通脹預期，甚至有部分會員開始討論加息。美聯儲最新點陣圖顯示，2026年同2027年各有一次減息嘅機會。喺呢個情況下，市場下調咗美聯儲減息嘅呢個預期，亦都令到美金走強。我哋認為，如果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美金短期內可能仍然保持強勢。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一方面高油價會對美國通脹造成衝擊，甚至係影響特朗普嘅中期選舉。市場認為特朗普可能會退縮。另一方面，市場亦都會開始逐漸把焦點放返喺美國嘅經濟基本面上面。如果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走弱，疊加高油價推升通脹走高，市場可能會逐步開始交易美國衰退嘅風險。喺呢個情況下，美金反彈嘅空間可能會受到限制。另外，我哋都唔認為美金會重演2022年俄烏戰爭一樣嘅強勢上漲。同2022年相比，目前美國嘅經濟週期、貨幣政策週期、債務負擔或者係去美元化敘事都有明顯嘅一個差異。2022年美國經濟係處於過熱嘅階段，而當前美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開始下滑。高油價容易引發滯脹，甚至係美國嘅衰退風險。另外，2022年美聯儲處於加息週期，利差優勢巨大，而當前美聯儲處於減息週期。同2022年相比，2022年嘅戰爭喺歐洲，而2026年美國係直接參戰，呢個都會加大返美國政府嘅財政負擔。所以我哋認為今年美金嘅漲幅唔會同俄烏戰爭一樣咁強勢。總結嚟講，短期我哋認為避險情緒同埋高油價仍然會支持美金短期維持高位震盪，但係長期睇反彈嘅空間仍然會受到限制。所以下一步我哋覺得應該去關注返美金會唔會有效突破100.4嘅關口，因為呢個位置係2025年6月以嚟4輪嘅一個阻力位。以上係我哋對美金嘅睇法。多謝。